發展綠電是世界的趨勢，目標是2050淨零碳排。台灣嘛要趕速度，才會當對着國際腳步。也毋過，伫能源開發、社區發展甲生態保育之間，閣要安怎取得平衡呢？苗栗東螺窪德心社區的山坡地有一大片的森林，最近互移除。迄個所在，就是未來要架設着光電樁的主要的基地。咱的記者2023年有去遐拍攝記錄，當時遐也是一大片的綠地，但是即擺已經變做光禿禿的黃土了。日前，苗栗縣政府依照水土保持法，甲光電業者罰款18萬，而且限令要佇個期限內改善，若無就會連續來罰款。當期佇個遐監測的保育團體嘛提出着警告，講苗栗淺山迄塊地啊，是特別斷種的保育類的動物石虎出入的熱區，一旦侵蝕地方破壞，將會直接衝擊到生物多樣性的自然風貌。到底綠能開發要安怎落實到監督的機制呢？台灣的光電發展幕後的真相，來看咱的追蹤報道。像這樣的小徑，在石虎的眼中，事實上就是一個覓食很好的地點。他喜歡的是一些環境比較多樣性的空間。不要因為我們需要綠能而犧牲了農業，或是影響到我們的生態。我們每一個點都有出現石虎，所以我們就很確定，我們這個地方竹生社區就是石虎的故鄉。為什麼我會發現竹生光電案件已經開始開發？主要是因為我有同事還有理事有沒有上班的時候都會經過這條路嘛，然後就可以很明顯發現我們前方的這塊山有沒有已經變成整塊光禿禿的狀況，是用綠色的食用色素，然後配草籽去噴。它為了要營造出它好像有恢復一些綠色的那個狀況，很像漂綠的一種手段。竹生光電其實它有承諾更多，它有講說我們這些比如保留綠帶、隔離綠帶裡面有沒有，它會盡量做最小勞動，基本上它已經把它所有全部都刨除光了。這裡是佔地8.3公頃的苗栗銅鑼竹生光電開發案場，現在已經是一片光禿禿的黃土。其實，在苗栗縣府要求限期改善後，開發商甚至於去噴上了綠色的色素，想要營造出綠地的視覺效果。但其實這已經徹底改變了原始的森林樣貌。為空中來看賣，表示範圍內8.3公頃的農地，就是連日引發爭議的東螺德心光電案議定地。華視新聞雜誌的記者3年前翕的綠地，即馬已經無存在。基據進入山林，德心光電案3300平方公尺的原廠區樹林互移除，青冷冷的山谷即馬成做沙土，這互當地民眾是真煩惱。所有的樹都砍掉，我們就覺得有點離譜了，因為它是剛好是在山的最上面，你如果水土保持沒弄好，那是很恐怖的。所謂開放與不開放是看區域啦，就是說你安全的地方哈，你要做光電沒問題，因為現在本來就是缺電嘛哈。但是你那個萬一它土石流下來的時候，是不是危害到所有居民的安全？我們一般的市民哈，小人民啊，就是真的力不從心的。當他需要的時候，他就說這邊有石虎；當這個地要開發的時候，那些有利害關係的人就說那邊沒石虎。水土我是擔心他們那坡坎下的那些居民的，因為畢竟那些水流方面在鐵路嘛，然後居民也居住的民眾也那邊也蠻多人的，到時候真的是有。因為誰知道哪時候會好大雨發生，不可預測的那種破壞啊。光電也有清洗問題嘛，你清洗的最終場地也是流入西湖溪啊，竹生這個光電廠啊，哎呀，而且它開發面積實在太大了，有開說明會，幾乎大家都反對了。那時候是在銅鑼鄉的九湖
開設兩場的說明會，一是在竹生村，一是在九佛村。因為畢竟這光電你一射下去之後，請神容易送神難，到時候哪能撤案，對不對？絕大部分人都反對了。苗縣府洗心革面，退回竹生光電案。砍伐淺山森林來種這個綠電，絕對會是台灣綠能發展的很重要的一個主力、一個污點。苗栗縣政府派員稽查，用違反水土保持法開出18萬的罰單。主管單位回應華視新聞雜誌記者，德心光電合法摕到開發許可，不過施工的面積違規，水管府就要求業者限期改善，恢復種樹仔甲穩定邊坡，若無補強，就會連續開單。不過大量的開發落尾地屬生態財產，開發商普丁公司當初承諾的詳細了當，正做空嘴報紙，嘛相比無白講，故作受控。那發展光電正做台灣今嘛一定愛做的，專門研究野生動物的學者，嘛點出生態就要面對重大的衝擊。假設比較極端，從森林變成光電場域的環境。對野生動物影響就是第一個喜歡森林的動物，它就沒辦法利用了。那很多的生物的多樣性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樣子，如果說很大面積的、很全面的把一個大環境都變成是這樣子的環境的時候呢，那它可能會其他的功能，比如繁殖域又躲藏，或者其他的覓食，它可能就會受到影響的話，那就不見得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說它是一個小範圍、小面積，或是不是那麼連續，比較是零散。那它可能就讓整個棲地變得很破碎，那變得很破碎就會影響到其他整個環境的一個整體的一些改變，比如說，遊蕩犬貓已經轉換成光電場的場域的地方，裡面的確也是可以拍到石虎的出沒。它可能只是通過暫時休息，但是原本如果是森林的話，那它可能除了通過休息，它還可以覓食，它還可以。爬樹躲避，比如說我們講遊蕩犬來追好了，然後它可以很快的爬樹。那在一個光電板的空曠場域，它可能不太容易可以爬樹這樣子哈。在國有林班地跟周遭一些農地相牽的這一大塊區域裡面，石虎存活率是比較高的。那在比較密集開發，當然也是有相牽一些環境，其實也是石虎，也沒有不見得比較少，但是呢，它的死亡率是比較高的。對，就是說，對它的確可以生活。但是它活得不見得比較好，小光電跟大面積光電的案場，我覺得考慮會比較不一樣，這樣子。強博士幫助國有拿班地臭樹仔、國造林對野生動物影響的研究，用這來監測就好，在咧臭樹仔了後出現頻率的改變。剛發財完之後，其實這邊相對於它趨勢是比較施作量是比較低的，但是經過3-4年之後，它開始會上升。然後到這邊甚至會再更高，到這邊的時候，其實甚至有些這邊會到更高一點點這樣子的狀況哦。有些樣點它其實利用頻率甚至會比森林這邊還要次數還要更多，這邊是在更高的地方這樣子。但是那樣子的狀況就不會是光電板的樣態。光電板這種維持樣態就是一個有遮蔽的草地，它跟純草地不一樣，跟河床的高草地不一樣，因為我們發現。河床的高灘地的高草地很茂密，其實石虎的族群密度還蠻高的，所以我們就建議說，如果經過演替之後，你留着1-2棵樹。這項研究不是針對光電開發臭樹仔的案場做監測，不過嘛會當看出環境改變對生態影響。2023年，舊名馬公溪綠色山林，在2026年已經開發做光電案場。甲德心光電案場小隔壁的通霄連璧殘，因為光電商無摕到開發許可，加盡好運保留完整的生態地貌。你看到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比較空的地方？對，這基本上就是我們之前架紅外線相機拍攝的時候，有看到野生動物比較習慣從這個有沒有比較空曠的地方，然後往下走以後，再直接接到我們上面的竹林和樹林。那通常都是有開發的地區的話，它習慣要有一些隱蔽身形的草，比較淺山活動的野生動物，基本上都有在這邊都有拍到。然後像石虎啊、麝香貓啊、石蟹獴啊，
還有那個白鼻心啊，這些野生動物，它們可能都以鼠類、鳥類為主要的那個什麼食物啊。就是你這邊有它需要的食物的時候，它們當然就可以第一個可以在裡面覓食，第二個可以在裡面活動，第三個啊，因為可以隱蔽身形，然後裡面有一些草的話，它們也可以在這邊棲息。苗栗的樹林完整，保持生態價值真懸的促成林，是照好上界重要的活動生態地加生態走廊。跟竹城光電差不多的地形都是山坡地土地，然後要砍掉大批的林木和竹林，然後去做一個光電。那2020年7月31號沒有取得台電籌設許可的，就適用後來比較嚴格管制的良好的石虎基地和野生動物基地，然後還有這塊樹林和竹林就得以保存。但竹城光電大面積就被拔除，我需要用到的道路，我需要用到的太陽能板鋪設面積，我需要維護的那個，甚至周圍的那個隔離綠帶，看起來它也是打算先把它清空，可能要蓋圍籬，可能要蓋其他有的沒有的，也不太想要讓任何人或野生動物有进到基地裡面的機会。一定要發展綠電，這我認同。那為什麼屋頂還那麼多你不去？你要砍掉這些我們的自然環境的林木和樹林，要破壞野生動物的棲地，在價值取捨之間的時候，明明有更好的路徑、更好的做法可以去做，為什麼你都不做？德心甲電比田為農地變做光電案場的關鍵，就是業者摕到開發許可。2020年7月，當時農委會宣布，2公頃以下農地袂當變更種電，就是為着要阻擋農地光電開發的亂象。不過，佇咧修法生效的上尾天，2020年7月31日前，苗栗縣有220案提出農地變更光電審查的申請，其中141案照案通過。德心光電案就是其中之一。人稱作石虎媽媽的陳美婷是台灣頭一個研究石虎的生態學者，伊甲苗栗光電開發案的分布地圖東岸拍開，頂懸是目睭睭，攏佇咧山區。當時申請的案場的狀況，就是等於是在整個苗栗的前山地區到處都有，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它就是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我們都叫做蠶食，到剛好就是竹生開發案的位置。所以它正好是南北向跟東西向，對，本來就是石虎適合的棲地。然後呢，對它來說不只是可以覓食，它還可以躲避，它可以在那邊棲息。但是你把它砍掉了之後呢，石虎這塊它就不能用了。案場其實基本上幾乎大部分都是在石虎的重要棲地裡面，所以它會造成棲地破碎，然後切割。那還有最大的問題是，很多棲地的開發案都會造成棲地的品質的劣化。也就是說，當你這個地方要開發，那你可能就會為了要開道路，或者要拓寬道路，然後呢，所以就會有更多的車流，會有更多人進來。在食物鏈上來說，它是最頂級的消費者。頂級消費者一旦消失了，或者是數量減少，它會對整個生態鏈產生衝擊。既然核准了，我們老百姓也不能怎麼樣，知道至於法規上能不能盯緊一點，對環境、對水流、水保部分那些盡量破壞的最小的範圍內，一定會破壞的啦，有些會破壞。那些破壞以後20年、30年後會恢復嗎？真的是大問號。因為畢竟土壤經過沒有日照，而且又洗滌那廢棄液的問題真的很難講。這裡是苗栗西湖長期頂的光電案場，開發商他強調了他使用的是友善工法，恢復的綠化的植批，而且不採用除草劑。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圍籬的下面特別留了空隙，要當做野生動物的通道。但是這樣的光電案場友善措施，真的能恢復原始生態嗎？要麼你說補救就是你完全不讓它，比如說我廢止它的開發，然後重新造林回去。開發之後，現在也因為外來種
容易進來植物或什麼之類的，然後它需要时间，那可能需要像恢复成森林，可能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以上才恢复森林。但是你可能做一些措施，可能让它从50分变成60分，它不可能变成是森林的90分。你的巢让它多样性，让裡面的獵物来这邊，它也有獵物可以抓。你的光電板你不要蓋得那麼的密，考慮一些地形的時候，所以它比較陡，那你也不見得要硬把它去開挖。我覺得像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在於說，承諾的這些措施，並沒有後續去檢驗你到底有沒有落實這個承諾。沒有監督機制，然後也沒有退場機制。像比如說，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竹升光電案，它怎麼補救？種草子還是種樹苗？那如果它種樹苗，種多久才可以回來？10年、20年？它被罰18萬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因為生態的價值絕對不止於這18萬。它光砍掉那些樹木，然後去賣，可能就不止這個錢了。然後再加上這個生態裡背後的生態價值。对，所以我覺得，我其實不希望大家都用補救的方式啦，因為補救是一個最糟糕的方式，也就是你可能賠錢了，或者是中了，但是問題是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台灣在咧追求綠能轉型的努力，敢是行了傷緊，緊到袂記哩回頭看覓，一路留落來記號，遐當初講過的綠色的承諾，敢是早就已經燃起落路途，無留任何痕跡。